你好，歡迎收看公視第幾台下晡新聞，我是曹欣。27秒來看今仔日的新聞重點。太平洋高壓影響，各地熱到33度至36度，5日這連假上尾一天，高速公路早起開始上北的車變多。昨晚半暝，台中逢甲有人駕酒賽車，拒絕警方攔查，油門催淚繞跑，一路違規駕車過路人弄着傷。玻利維亞大規模示威抗議民眾封路50天，致輸物資無法度送入來，至少14個人來死亡，全國進入緊急狀態。觀眾朋友，受到太平洋高壓來影響，各地是真燒熱，熱到33度至36度。也拜四拜五受到風颱米克拉外圍環流來影響，西半部甲宜蘭較會來落雨。也今仔日就是5日這連假上尾一天，高速公路早起開始，這個上北的車道來變多。也平湖迄邊是大霧，馬經機場早起有機班來取消。四界大霧大真高，看袂啥清楚。5日這連假最後一天，有真儕旅客準備坐飛機返來台灣，也毋過受到大霧影響，平湖馬經機場早起都暫停航班起降。一早受到濃霧的影響，截至9點，總共有取消5個航班次，那合計受到影響的旅客是464人。也佇台灣本島交通方面，各道高速公路早起就出現上班的車流，高公局有估21禮拜規天交通量是108萬車公里，相關速度的做法，親像中晝12點到暗時9點，國道1號虎尾保養系統加國道3號西濱北向入口封起來。下晡的1點到暗時6點，國道5號蘇澳羅東宜蘭甲頭城的北向入口是採取高承載管制。國五路段呢，大概在早上10點一直到晚上的9點左右，也會有個北向的尖峰擁塞，提醒國五民眾盡量要北返民眾盡量在早上9點以前就趕快出發。另外，在天氣方面，禮拜也是24節氣內底夏至，因為日頭直射北回歸線，一天北半球的日時上長，暗時上短。氣象署講，在太平洋高壓影響下，一直到24拜三，各地攏是高溫真熱，溫度有33度到36度的天氣。也若拜四拜五，因為比其他風颱慢慢挖過台灣，受到這個外圍環流影響，西半部甲宜蘭雨就較多。週4、週5的時候，它會帶來一些北風或西北風，那同樣有一些它的外圍的雲系影響，所以在西半部地區跟宜蘭地區就開始會有一些局部降雨的出現。氣象署講，米克拉風颱正是佇鵝鑾鼻東南東方，大約1600公里海面，未來會對這個菲律賓東北方的海面來刷叮當，有計拜2、拜3慢慢來西北，通過台灣東邊海面附近，將有高風颱甲台灣以外，離不離遠直接影響台灣的機會偏低。記者綜合報道。第13屆兩華經濟復興大典，今仔日佇咧新北新社宮來舉辦。也同一時間啊，中國甘肅天水市做伙進行，國民黨的前副主席夏立言去到中國參加。也過去哦，新社宮是捌寫講主辦單位有甘肅省台灣事務辦公室，都互質疑是毋是利用宗教佇咧統戰。也新社宮的董事長甲國民黨副主席李乾龍，就摕今年的邀請函來背會。講主辦單位干那新社宮爾。第13屆兩華經濟復興大典在新北市新社宮舉行，同時間中國甘肅省天水市也公布舉辦，國民黨前副主席夏立言出現與會。此時此刻，在台灣同時舉行祭祀伏羲典禮，緩度抽統，民心所望，港澳繁榮，共榮共享。因為過去新社宮捌寫明主辦單位有甘肅省台灣事務辦公室，互質疑有宗教統戰疑慮。新社宮董事長國民黨副主席李乾龍提出今年邀請函訂正。這個就很清楚嘛，哈，這個純粹是兩岸的宗教文化活動。過去他們就有講說，哎呀，這個新社宮是不是已經被統戰了？什麼東西？我想這個宗教的活動哈，不必太過敏感。兩岸這個同文同種同血脈，那很多的神明啊，都是來自中國大陸嘛。雖然李乾龍提起會甲甘肅會場實行連線，也毋過現場轉播熒幕並無播送。民進黨立委指出，這個祭典都是台辦系統的活動，並不是單純的民間宗教交流。在中共的體系裡面，本來就無神論，跟一個無神論的國家共辦一個宗教的活動，如果這不是政治，那什麼叫政治？號稱是各辦
各的，雖然是在同一天，那以前都還會邀請對岸的人來，然後還用視訊兩邊做一個串聯，這幾年算是比較守規範的。這個活動我們還是會持續注意。因為兩華條例規範，台灣團體機構等，毋是經過主管機關許可，袂當甲中共黨政軍有合作行為。陸委會定義表示會繼續注意，先設講相關活動敢是違規。記者綜合報道。昨昏半暝，台中警方佇咧逢甲上款巡邏，要攔查一台報廢轎車，也一個賽車的帥士油門催淚來落跑，一度違規，甲一個過道人弄着傷，落尾也是去互警方抓起來，驗着有駕毒賽車。也佇咧台南永康，昨嘛有一個騎歐多拜的，看到警察心虛哦，一個歐多拜偏咧，就要來走，落尾是去互警方壓制，同款有驗着駕毒。轟隆着過路人坐佇個過路線邊仔，聽甲爬袂起來。也佇路口無遠的所在，兩個警察已經甲弄人要走的這轎車砸落來，並且甲車頂賽車的人甲乘客救落來，壓佇塗骹。那個人就是直接坐在地上，就是被撞了坐在地上。而騎機車的民眾是不是？看起來是行人。20暗時，巡邏警察發現市場的查甫人駛一隻報廢的車，原來想要甲砸落來查看賣。驗過市場嫌犯煞沿路搶紅燈，駛來駛去也駛向對向。大概11點半時，這台車駛到復興路甲黎明路口西彎時，弄到一個正要過大路的過路人。跟佇後壁警察隨趕到位，甲車砸落來抓人。違規駕車並造成用路人危害，經員警逮捕後，查獲其持有違紀錄，並呈毒品唾液快篩陽性反應。市場嫌犯喙內快速檢查，用上反應，車頂也超出毒品。審問了後，送到台中地檢署偵辦。另外，台南永康區20下晡也有駕毒騎車的人，警察要甲抓來查看賣，伊趕緊甲車囥邊仔緊走。過程中，臨險拒不配合，且推擠現場員警逃跑拒捕。現場依妨礙公務現行犯逮捕。臨險經唾液快篩呈2級毒品安非他命陽性反應。警方講，當時四輪騎車的人一個看到警察，就是活入去中華路一個停車場，警察跟佇後邊叫伊停車來接受檢查，伊攏袂插袂配合，也殺警察，甲車迄佇邊仔趕緊走，驗過才走無偌遠，就警察立着抓着，甲伊銬起來。市裡面嫌犯毒品喙內快速檢查是用上反應，專案依照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公共危險，也閣妨害公務罪罪嫌來移送法辦。記者綜合報道。昨暗11點外，台北南機場夜車遐是發生嚴重的車禍，一台客停車違規超載載5個人，也唔知影啥物原因哦，是失去控制，烏白衝浪，中央頂駛正向地區4台車攏做伙，攏總9個人來着傷。客人車突然衝出去，弄過紅燈反向，衝浪對向轎車，當場駛一輛失控閣攏臨停的車輛，才倒佇路中央。車嚴重毀損，車殼碎片噴出去，駕駛這一浪，掃到4台汽車，造成9個人受傷，尤其客停車內也載一家有5個人，年紀上細才5歲，攏有傷。坐佇副駕駛座的父親骨頭支去，傷勢上嚴重。很大聲撞擊，嘣！哇，嚇死了！走出去看到只看到計程車橫着馬路。肇事率最多就是晚上，11點多到凌晨3、4點，這段時間因為車子少，又假日。車子空空沒有人嘛，然後為了搶生意，飆快啊！驚人的事故佇台北市艋舺的南機場夜市邊啊，65歲縣油司機20暗11點外，半暝載客出車禍，經過警方實施檢測，並無發現毒駕還是酒駕。計程車駕駛酒測值為0，毒品快篩檢測為陰性反應，相關肇事原因尚待釐清中。也隨司機初步講，機械故障油門失控，驗過乘客提起，其實佇代誌發生之前，客車沿路駛真緊，這擺佫較引起事故。車隊管理駕駛人的這個部分的話，主要可以參考《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第17條的這個部分。如果接獲到民眾反映的話，我們都會請車隊來釐清當時現場的這個狀況，也會跟駕駛做訪談。計程車的司機品質甲訓練交通局表示，並只靠車隊管理，面對這擺事故也無法度裁罰。後處這會當由警方賠償詳細原因，對弄紅燈、超載等違規處罰到目前，無緣無故受影響的乘客甲駕駛，攏還未提出告訴。記者綜合報道。
看到嘉義當朝遐特當佇咧5日節會來辦比賽爬龍船，也今年呢是擴大規模佇咧漁人碼頭辦海上宴會，就成愈濟人去到當朝遊覽哦，也這是地區市區甲四邊的車路來大踢車。看到天頂舉行5歲10宴會，民眾大概是攏趕緊用手機也是相機來記錄。嘉義縣當朝鄉公所20暗時佇當朝漁人碼頭來辦海上宴會，因為是連續假期，誠濟民眾來參加。一寡無法度入去當朝現場的民眾，甚至佫走來報地才看。我們下午大概4點多的時候就在那邊晃了，然後就是擠不進去，所以我們最後還選擇在這邊。我們是最後半小時才到的，因為從下午2、3點就大家走進來，對，都用走的，散場都是那個汽車道、機車道都變人行道了，真的超多的了。不到200公尺，我這邊等了10幾分鐘，一直沒辦法回到家，回到家等了，從那邊跑到差不多1公里多，我差不多半個小時連騎機車都塞在車陣。當朝鄉因為第17線的當朝南橋當日施工，所以來當朝的車愛改行為第61線，嘛造成當朝鄉周邊的道路發生塞車的狀況。當長表示，來看宴會的人數超過原地2個，除了當朝市區附近的莊頭嘛有真濟人，活動結束大概做伙離開，才造成塞車的狀況。咱的警察人員也會使講真辛苦，來咧疏導交通吼，頭2點外鐘吼，咱的這個車流量吼較正常。當朝鄉5月節爬龍船比賽，今年因為是40周年，當朝鄉公所才佇當朝漁人碼頭來辦海上宴會。鄉公所指出，未來會針對交通的安排做改進。當面嘛表示，雖然塞車有小可無方便，但是增加所在難題會當鬧熱，對在地觀光嘛有幫助，大家也是真支持。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好，和睦之海甲紅色8一港，即馬總算重新開放，初步預告講哦，至少有550隻商船會來離開。能源危機有希望來解決，也咱的中油是宣布講，對明仔載開始，汽油是降1塊，柴油降7角。歐佩尊家聽到和睦之海橋一帶中東艦會佇頂禮拜出現停火希望，封鎖達到110日的和睦之海橋總算重新開放，初步預估至少有550隻商船會陸續離開，外界也唔茫，這場歷史性的能源危機有希望排解，也公布牽動國際油價。98加滿，油表從零開始。台灣中油公司是伫21號宣布為22透早環境開始，連在禮拜凍結了後，頭一擺降價中油解釋。國際油價雖然降，也毋過中東情勢後手也有待觀察，所以經過整體評估，汽柴油閣調降1塊加7角，調整為92無鉛汽油31塊4。95無鉛汽油31塊9，98無鉛汽油34塊9，超級柴油30塊3。這種調整是應該是必要，而且也符合，應該是油價本來就應該機動來根據這個國際的油價的變動來調整，大幅的在下跌的空間呢，其實不是很大，只是把這個停火的協定延長60天。學者分析，進前國際油價波中油維持國內繼續。目前油價雖然有效排解進前吸收的8億了錢，也毋過國際原油庫存油源真欠。一旦油價發展，共款全面吸收，建議量早回歸正常油價計算公式，甲油品貨物稅。10月國際油價確實因為美伊原定談判以後，佫出現反彈。布蘭特原油期貨起0.9%，收佇每桶80塊5加7美金。西德州原油收盤每桶76塊5加1，起0.17%。原油的那個進口價格是有上漲，那另外呢還有一個匯率的因素，如果這些影響可以消除的話，那我們 CPI 年增率有可能就是在下半年可以壓在2%以下了。學者分析，油價波包括石化產品攏有繼續波機會，有機會原檢國內物價指數，互消費者透一口氣，也毋過也提起所落來都是風太貴，天氣因素甲國際經濟變化，雙雙攏是後手觀察的重點。記者綜合報道。越南美洲的國家玻利維亞是取消燃料補貼這項政策，引發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民眾封路50天，地書講這個物資無法度送入來，至少14個人因為安尼來無命。玻利維亞的總統巴斯佇咧當地時間6月20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動員軍警鎮壓抗議活動，清除頂佇路的石頭甲協會。
一台佫一台軍車開入城市，軍人提前徛佇路邊等軍車行。南美洲國家玻利維亞去年總統巴斯上任了後，面臨國家經濟危機，決定取消實施多年的燃油補貼政策。不過引發民怨，各工會攏來罷工示威，也用石頭架、柵欄才會甲各地重要連外道路街擋掉咧。造成部分地區食品、燃料甲醫療用品真欠缺，經濟攏落落去，也有至少14人死亡。對此，玻利維亞總統巴斯在當地20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並且動員軍警鎮壓抗議活動，清調大路路障。Por eso, luego de haber agotado todas las instancias de diálogo, de haber alcanzado acuerdos con quienes teníamos demandas legítimas, de haber identificado con claridad a quienes utilizaban la violencia para intentar desestabilizar Bolivia, hemos tomado la decisión de declarar el estado de excepción en todo el territorio nacional. 這場抗議造成物資中斷，對玻利維亞行政首都拉巴斯甲鄰近的城市攏造成嚴重影響。隨着進入緊急狀態，開始有軍車入去拉巴斯來維持秩序。對重要連通大路，警方也動用重型機械清掉路中的大細粒石頭。A mí es una medida bien porque mucho de la ciudad de La Paz hemos sufrido de hambre, de raza, de canasta familiar, los precios están elevados. 玻利維亞在2018年加入一帶一路倡議了後，經濟一直無好起來，通貨膨脹也升到40年來上懸。在中部城市靠車班巴的農民遊玩不滿總統巴斯的政策，批評巴斯甲玻利維亞工人聯合會協商，只是予各方面的個人摕到利益，講會繼續對總統來施加壓力，叫伊愛辭職。講是新聞，但是董編譯。英國貝多夫鎖定6月19，兩台貨車唔知什麼原因相撞，貨車來嚴重變形，造成一個貨車駕駛當場死亡，超過80個乘客重輕傷。也英國的首相史凱爾表達慰問，因的交通大臣表示講，相關單位是已經去到現場調查，要來釐清事故的原因。幾廿名英國調查甲搜救人員當咧事故的鐵軌路上來回行動確認，對面也有直升機咧視看現場。這個事故發生在英國倫敦以北大約100公里的貝德福定，兩列駛往倫敦的列車不明原因相撞前做火，衝擊的力度真大，互乘客想起來猶原是心驚膽驚。I stood by the train doors and I was stood up, leant against the glass pane. Most of the other people sat down. And within 5 minutes, I felt the train driver brake and thought something's wrong. And then we impacted, and people went flying into one another. 大力的燒龍造成車廂內路蒼蒼，在路無封閉之下，遭到撞擊的乘客，隨後也在現場互相鬥殺共互擦，真濟人骨頭支起甲大量出血，甚至倒佇塗骹袂頂袂動，傷勢嚴重。這個意外除了造成1名列車駕駛當場死亡，也造成超過80名乘客受到輕重傷。英國交通大臣隨後也發表談話，對所有受影響受傷的人甲家屬表達慰問，高指出鐵路事故調查局人員已經在第一時間趕去現場。And they will do a thorough piece of work to establish the cause of this incident and to make sure that those lessons are learned so that no one has to go through an experience like this again when they're using the railways in the UK. 後邊列車車頭嚴重受損，卡在頭前列車車尾，這件同國內的鐵軌路意外。英國首相史凱爾也在社群發文，向全體受傷的人甲罹難駕駛的家屬表達深情的慰問。相關單位也會全力釐清代誌發生的原因，確保類似的悲劇袂閣發生。記者綜合報道。講到台南，南山公墓是全台灣歷史上古的墓園，上早是有到1642年明朝迄時，鄭成功兩個後生哦，就收埋佇咧遐，刷了清朝、日本時代、戰後時期，啥物形式的墓攏有得看，好親像記錄府城400當來的發展，這個博物館的共款哦。也去年台南市文資審議會就決定講，要甲南山公墓登錄做文化景觀。也這就影響到未來啊，這個遷葬甲開發的問題。文書團體因做自救會，就提起行政訴訟，也當咧發起公道來聯署，就是希望會當保留南山公墓。台南的南山公墓有96公頃，是漢人移民台灣上早的墓園。內底有明朝1642年的墓，也有鄭成功兩個後生，甲鄭成功兩位偏房夫人的墓。林太太因家族的墓真特別，是日本時代日本式的墓，四角一盞一盞。
南山公墓已經有400年歷史，什麼年代、什麼形式的墓攏有。但是去年台南文資審議委員會決定南山公墓無要登錄做文化景觀，說落來就要面對遷葬甲開發的議題。下擺有這要遷葬的計劃吼，市政府夠甲恁通知，攏無嘛，恁家長攏無接點嘛。所以這重大的代志吼，對啊，愛大橋這大家唔知要創啊。今年的清明，南山公墓真鬧熱，除了有來陪墓的民眾，更有來分團團的自救會。恁好吼，阮是咧保護南山的團體，阮有咧推動這個吼。較甲阮支持一下，阮大家做伙來保護啦。嘿，阮才有連署單吼。對檢察官退休半年外的陳志明，佇墓仔埔分團單，邀請大家支持保留南山公墓，加入連署，希望成立南山墓葬歷史生態園區。我較早咧驗屍啊，即擺出來顧墓啊，這無法度啊，可能老天派的工課啊，無法度啊。無，我嘛我要歹命。支持保留的民眾認為，南山公墓保留唔單是歷史甲文化議題，嘛是環境甲氣候的問題。公墓有96公頃，無開發、無水泥化，台南市應該保留這款的空間。也若促進會是希望公道連署會當過關，透過公民參與，爭取社會支持，讓保留方案會當引起討論。記者綜合報道。關心下半部的氣溫。北部地區29度至36度，中部地區30度至35度，南部地區30度至35度，南部地區29度至34度。外島地區28度至31度，還有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觀眾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聞，明仔載同一時間再會。